大家早安、午安、晚安，我係歐海瑤。咁我咧將會進行咧對比賽案例二嘅檔案咧，去進行一個理財分析同埋一個策劃。咁呢個咧就會係我嘅一個報告啦。咁首先啦，我作為一個理財策劃師咧，咁我最主要咧，首先就係要分析翻林女士嘅一個需求啦，咁從中咧去提供翻一啲嘅專業財務策劃，咁咧就會提供翻一個持續而且優秀嘅一個售後服務啦。咁但係我唔可以提供翻一啲範疇以外嘅服務啦，包括保險牌照以外嘅一啲嘅投資意見。但係如果林女士需要嘅話咧，我會建議佢去諮詢翻相關專業嘅一啲嘅專業人士嘅。咁咧，成份報告咧，我哋係會參考翻一啲嘅數據啦。咁全部咧都係來源自一啲比較有威嚴嘅一啲嘅資料，包括政府統計處、積金局或者一啲新聞統計嘅。咁咧，我哋假設就係通脹率會係2%，學費通脹率係5%，銀行嘅年利率會係0.2%。咁強積金回報率咧自成立而起咧就會係4%。咁投資嘅回報率會係5%，而加薪幅度咧就會係大約2.5%左右。咁首先咧，可以簡單介紹下林女士嘅個人同家庭嘅一個背景啦。咁佢係一位45歲嘅單親媽媽，而家喺一間貿易公司擔任呢個嘅行政經理。咁佢有一個12歲嘅阿仔叫偉明啦。咁讀緊香港嘅一間中學，亦都有年過70嘅父母。咁而家係冇任何嘅一啲投資經驗嘅。咁可以參考下下面嘅一個時間線啦。咁會見到咧，佢個仔會喺2030年咧開始讀呢個大學嘅。咁咧就會讀6年咧。呢個嘅香港大學醫學院啦，咁就會喺36年嘅時候咧，就會喺大學畢業嘅。咁咧，佢就會喺15年後咧，就會完成呢個樓宇按揭嘅還款啦。咁亦都希望林女士亦都希望呢個時候咧，就會開始退休啦。咁咧呢度可以簡單睇一睇佢嘅家庭收入同支出啦，咁會見到佢嘅開支相對上比較大。咁咧可以睇睇下面紅色嘅呢一個部分啦，咁會見到佢每月5萬5嘅收入入面咧係有49,700蚊啦，亦就係收入嘅90.36%咧就會係佢嘅開支總計。咁咧所以佢每月嘅餘額亦就係淨現金流咧只有5300蚊，亦就係9.64%嘅。咁睇完佢嘅收入支出咧，就可以睇一睇佢啲資產負債。咁咧，林女士依家咧係有20萬嘅銀行存款，650萬嘅一個自住物業，同埋150萬嘅一啲嘅遺產，總計咧有820萬嘅。咁佢只係得300萬嘅按揭貸款咧未完成償還嘅。咁每個月咧係需要還15,000蚊啦。咁所以咧佢嘅負債率咧就會係佢嘅收入嘅27%。咁咧，依家咧，林女士咧只係有公司所提供嘅一個基本嘅醫療保險作為佢嘅公司福利啦。咁喺風險嘅水平同取態上咧，佢係冇任何投資經驗嘅。咁所以咧，佢唔願意承受高風險啦。咁亦都對低風險產品咧較為有興趣。咁風險評級係大約3至4度。咁清楚了解咗林女士佢嘅背景啊嗰啲嘢，咁可以明白到佢係有4個目標嘅。咁首先就係現金流管理啦，其次就會係屋企嘅保障，第三咧就係應對翻未來嘅退休開支，咁最後就係幫佢個仔去儲備足夠嘅一個教育基金。咁啱啱亦都提及到啦，咁其實林女士嗰個開支相對上比較大，咁我哋都有啲建議去響某一啲嘅項目上減少翻佢嘅開支。首先第一樣嘢啦，就會係佢父母嘅一個醫療開支啦，同埋一個家用。咁假設其實佢父母係符合翻呢個長者嘅，去申請呢個長者生活津貼啦，咁每個人可以獲得4250蚊，即係2個人總合係8500蚊啦。咁另外亦都可以申請翻醫療券。咁其實兩樣嘢夾埋係可以大大減低咗林女士喺個醫療同家用上嘅一個開支。另一方面咧，就係一個稅務上嘅一個開支啦。咁其實可以見到稅務局嘅一個嗰個統計，其實。可以見到，因為林女士單親啦，要照顧一個仔啦，咁同埋父母係全年同居啦，其實可以獲多個免稅額，咁因此其實個稅務儲備可以減少到500蚊一個月嘅。咁經歷咗呢啲嘅調動之後，其實可以見到咧，佢個新嘅總計咧就會係45,700蚊啦，咁就會佔收入嘅83.1%。咁咧每個月嘅餘額就會係9300蚊。咁我哋可以攞佢收入嘅10%，亦就係5500蚊作為一個保險嘅開支。咁所以佢總計佢每個月嘅餘額就會係3800蚊啦。
咁啱啱啦，亦都有提及到就係會有相對嘅保險開支。咁我哋究竟喺保險究竟要買啲咩咧？就係買個保障，以免喺遇到風險嘅時候咧係冇晒啲錢嘅呢種情況。咁咧而家咧林女士個人係冇任何保險啦。咁佢係想購買翻一個人壽嘅保險同埋一個意外保險。咁但係基於佢係一個單親家庭，我哋都建議佢買翻一個醫療保險啦，同埋一個危疾保險。咁就利用多個保險咧去填充翻林女士佢缺嘅一啲嘅保障缺口嘅。咁首先啦，就係呢個嘅醫療同埋意外嘅一個保險啦。咁我會建議林女士幫自己同偉明去買呢個自願醫保常賓計劃，同埋呢個保誠精選嘅安健保計劃。咁其實咧就可以咧，補充翻林女士本身已經有嘅員工福利啦。咁同埋面臨意外或者自累嘅情況，可以有一個實報實銷嘅一個保障嘅。咁就唔使擔心傷病或者意外引致嘅一啲嘅醫療開支。咁第二個保險啦，就係我哋嘅危疾保險啦，咁就可以喺面臨嚴重疾病冇收入嘅時候，有一個嘅保障，咁賠償可以確保翻3年嘅一個基本生活開支，咁個賠償金額就會大約為200萬港元嘅。咁咧為咗符合翻佢嘅保費預算啦，會將呢200萬嘅保額咧分為一個終身危疾保險，而就係我哋嘅危疾監護保三，以及一個嘅定期危疾保險，亦就係一個守護健康危疾定期保二嘅。咁危疾交互保三咧就會係一個多次理賠產品啦，針對翻三大疾病，包括癌症、心臟病發同埋中風，可以作為一個多次嘅一個理賠嘅。咁咧佢嘅好處咧就係頭10年咧會有一個額外嘅贈送嘅一個50%嘅保額，咁所以佢頭10年咧其實係有117萬嘅保障額。咁其實基於林女士未來15年咧，仲需要去供樓咧，咁就建議再加翻個定期嘅危疾保，就再供15年，咁就會加翻大個賠償額，咁就變咗可以有一定嘅保障咯。咁其實咧就變咗賠償呢邊嘅賠償金額咧就會係100萬。咁最後啦，就係嗰個人壽保險咧，其實就會係對林女士嘅家庭成員咧有一個嘅保障。咁賠償金額咧就會係林女士未來15年嘅經濟責任。咁啊包括偉明生活需要啦，佢嘅大學學費啦，樓宇按揭啦，父母醫療開支啦，咁就總共會係475萬。咁現金估計咧，林女士 MPF 大約係有75萬啦。咁所以佢個賠償金額咧就會係400萬左右嘅。咁所以咧，雖然有7個保險要供啦，咁但係其實每個月要供嘅嗰個保費咧，金額咧係5526嘅港元，咁其實係符合翻咧佢10%嘅呢個嘅收入目標嘅。咁啦，亦都明白到林女士對偉明嘅教育係有啲嘅關心啦。特別係希望佢可以讀到香港大學醫學院嘅。咁根據其實香港電台嘅統計咧，香港大學咧平均學費通脹率咧係5%。咁所以咧，當偉明讀緊第一年咧，係學費需要至少係55,000嘅。咁所以咧，加埋6年嘅學費咧，咁就總共會大約係37萬。咁為咗可以確保個預算啦，同埋兼顧其他嘅一啲理財目標，就建議咧去用保誠財富儲蓄計劃。咁就係一個整付計劃啦，就會喺保單嘅第4年開始會穩定增值，咁就冇需要任何嘅一啲投資選項。咁就會建議將150萬嘅遺產當中嘅100萬去投入呢個方案，咁就可以做一個穩定增值啦，提取需要嘅學費，咁同埋完成咗學業之後咧，餘下嘅保單價值可以作為退休策劃嘅一部分。咁可以參考下下面嘅呢一個嘅表格啦，咁就會見到咧，喺2035年取出佢最後1年嘅學費之後，都會有118萬嘅一個保單價值喺度，咁就可以作為退休策劃嘅一部分啦。咁啱啱都講翻退休策劃啦，咁其實我哋講到退休其實好重要啦，咁因為我哋嘅收入唔單止係提供俾而家嘅自己，亦都要提供俾將來嘅自己，咁所以為林女士咧去準備呢個退休策劃亦都係十分之重要嘅。咁首先咧，佢退休嘅時候咧，開支已經大幅減少咗啦，始終因為已經唔需要再父母始終已經百年終老啦，佢個仔已經開始翻工，唔需要再依賴佢嘅林女士啦，咁同埋按揭還款已經完成咗啦，咁所以咧喺現金價值咧，每個月嘅開支係縮細到15,000蚊左右，咁咧按照2%嘅通脹率咧，15年後咧係需要大約2萬蚊左右，並且額外仲有醫療保費需要去交嘅。
咁喺生活開支嗰方面啦，根據呢個積金局嘅嗰個退休策劃計算機上咧，係發現林女士係需要填補翻大約109萬左右嘅一個生活開支。咁但係其實儲蓄保險15年後咧係預計大約有164萬。咁其實咧係可以充分咁樣填翻林女士退休之後所缺嘅一個生活嘅開支。另外喺醫療保費方面咧，假設偉明咧係供翻自己嘅保險，咁其實林女士由60歲到85歲要交嘅保費咧係大約178萬嘅，咁計翻剩低嘅儲蓄保險嘅64萬咯，同埋假設嗰個投資穩定帶嚟嘅5%嘅年利率，個回報率咧咁就有103萬，咁總計係有167萬。咁咧雖然大約好似有10零萬嘅一個缺口，但係其實儲蓄保啦同埋投資其實都會穩定咁增值，實質上其實係可以應付到林女士退休嘅生活開支同埋佢嘅醫療保費。咁當然如果有需要咧，其實都可以利用呢個樓宇嘅逆按去增加林女士嘅一個退休嘅入息。啱啱都提及到投資啦，咁其實究竟係咩咧？啱啱都基於林女士咧，佢係個風險評級大約係3至4左右啦。咁我可以建議投資唔同類型嘅投資產品啦。咁主要係債券類基金、定期存款同埋儲蓄保險嘅。咁首先係債券類基金同定期存款咧，合併咧就會有50萬港元左右啦。咁可以按照林女士嘅意願去按比例投入呢個嘅債券類基金，或者係一個嘅定期存款，譬如話可以30萬到20萬，或者係40對10萬咁樣。咁就目標希望可以基於林女士嘅選擇，去提供到4%至5%嘅利息。咁其實投資風險同門檻上都比較低，適合翻林女士嘅嗰個投資經驗啦，同埋風險嘅承受能力嘅。咁另外一個咧就係啱啱提及到嘅嗰個細語財富儲蓄計劃啦。咁其實除出佢個需要嘅學費之後咧，都可以作一個財富增值、穩定增值翻，而利用呢個優勢可以達到一物多用嘅一個目的嘅。咁其實都有其他策劃方面都相對緊要噶啦，咁其中一個就係稅務策劃。咁其實啱啱嘅自願醫保計劃已經幫助林女士獲得更加多嘅稅務扣減啦。咁如果佢想進行多進一步嘅一個嘅稅務規劃，其實都建議佢去揾翻合資格嘅會計師或者係稅務師做一個嘅諮詢嘅。咁另外一個啦，就會係個遺產策劃方面啦。咁其實佢嘅經濟責任比較大，咁所以遺產嘅規管上都十分之重要嘅。咁其實已經有一個400萬嘅人手賠償啦，200萬嘅危疾賠償，一個100萬嘅儲蓄保險，同埋一個50萬嘅債券基金。咁總值係有750萬咧，係可以透過保險合約入面去委任保單受益人嘅形式，或者一個身故賠償選項咧，去令呢筆賠償可以按照翻林女士嘅意願咧去做一個定向傳承，去照顧翻佢嘅父母啦，同佢嘅仔。咁其實如果林女士去到一個退休年齡，都可以考慮將呢個保單持有人轉讓俾偉明去作為一個管理。咁其他資產譬如話物業、銀行存款咧，就揾翻合資格嘅律師去設立翻一啲相應嘅遺囑，或者係一啲持久授權書。好，簡單概括所有嘅方案之後啦，咁喺未來1至2個星期內就會約翻林女士同佢講翻佢嘅狀況分析同埋佢嘅方案，咁都要確保翻佢嘅意願同搜集嘅資料係冇誤嘅。咁如果林女士大致同意咧，未來1個月內咧就會開始執行呢個計劃啦，咁就會優先開始一啲排序較高嘅財務方案，譬如保險策劃、教育基金同埋退休策劃。咁喺未來3個月內咧就會進行一啲後續嘅跟進啦，同埋跟進翻其他嘅一啲嘅財務計劃。咁喺未來嘅半年內啦，都會跟進翻林女士依家嘅一啲變化同埋一啲市場走勢，咁就會持續跟進同埋調整翻佢嘅財務方案。咁都會一直保持住一啲嘅定期溝通，確保是否有一啲嘅更新需要或者係一啲嘅諗法。最後一啲嘅簡單嘅聲明同披露啦，除非冇呢個林女士嘅同意咧，係唔會透露任何信息俾第三方嘅。第二，迴避風險咧係冇可能嘅。咁所以咧，林女士係需要清楚了解投資嘅項目啦，同埋認清楚潛在嘅風險。第三，基於唔同嘅一啲嘅因素咧，係唔可以保證計算結果同實質結果係一致嘅。咁第四，呢個分析係只作參考。第五，亦都係最後，呢個唔構成任何嘅法律、會計、稅務範疇嘅建議。林女士咧係可以同相應嘅專業人員諮詢翻嘅。咁我嘅呢個理財策劃方案嘅一個分享咧就已經完成啦。咁我係歐海瑤，一個協助達成目標嘅一個理財策劃師。多謝。